天本音，古筝人士，国士人士，联手国。陈老师优秀。好，现在要表演的是天本音啊，表演者是庆宇、丽萍、丽涵、丽晨、丽雅、秀静、玉溪、星云以及沈老师等9位，为大家带来这首《天本音》，请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。这些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我们欢迎赶快记得好，那因为今天呢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，我们这个沈老师要带领他所有的团队啊，要再为大家演奏一曲《笑傲江湖》，笑傲江湖。赞啊！